非常有戏，非常演绎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上海阿婆，实在没办法了。今朝4月个小区对伐？有事体，伊临时不就打电话拨我，伊讲今朝伊要去过节去了，叫我来顶伊班。我问我叫啥节啊？那叫3月8号3·8妇女节。这小区自家去过妇女节去了啊！他娘娘腔伐侬讲，叫我老太婆来顶班，搿么也蛮好。我哋大家一道来过一个3·8妇女节。首先呢，作为电视机门前女性同胞们，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既然是妇女节呢，娓娓上台的侪是女性演员，男的没资格上台。要问今朝唱啥个节种呢？专能体现女性的每个节种一节，而且来个演员对伐，侪勿唱自家的节种或者自家的流派。所以呢，今朝的3·8妇女节的专场首先要上台的是阿拉越剧的王牌花旦王志平，伊来唱豫派；还有阿拉昆剧的演员沈怡丽来唱越剧的硬派。搿个一组三胡里的松性哦，别有风格，来阿拉看一看。好了，听好了硬派的之余，他呢，阿拉下来听切别派。看过情景戏的老娘就侪晓得，里向有一个角色叫富贵嫂。富贵嫂啥人做啊？阿拉个平台名家刘宁老师。搿趟哦，伊听到我陪搿能一个妇女节的晚会啊，伊来了。伊当时街道里向陪大家唱的，伊讲伊也要来唱越剧哦，而且对伐，还带来了唱蝴蝶的陈真。
哎呦，还有到唱粤这个又怕水人放鸭粉，侪一道来了。你不问情与破去马，马得我同心结手万难家。放在我妇女婆婆家，我打肚中苦三四汪呀，琳琅啊！什么妇女同眉头心肠，可记得送一送啊到门下，我啥呀领包比把比家啦，又怎为花园香呀真明亮，不是夫妻关，同样我今日真为大发财，你看我满身都穿小衣裳，难道我还想做新娘为妻子千年怕受愿里同夫下山走，初相见风雨同舟，关尽山，托终身西湖化作情乱水，以为是夫差不才共8年，恰不了你还风不起，难为了你新家里你开呀铺，为
把海斗，为了你不听亲儿俩一劝，为了你断将俺把情到刘明老师哦，刘明老师的小胆鬼之事，哦哟，我听了真上念头啊！侬不晓得我刘明老师啊，侬哪能说得介好啦？你看哎，我特别欢喜看侬做这个金宝宝。哟，我侬一口的上海的苏北话哪能讲了介好了？你看哎，没办法呀，阿拉演员呀要去学的呀。伊讲侬不晓得，一上来对吧？阿拉这个书哦，没人听的啦。我真啊，哎，你讲辣乡下头啦，种市场里向，伊不住了楼浪，下头没市场，那么天没冷了不得了。那么市场里个老板讲，伊讲不管哪能，刘老师啊，讲那假使我总归要有10个听客了，有10个观众嘛，那好上去讲了。假使10个不到呢，那只好算数，不好讲。哎呦，做演员多少级啊？看看场子里向小猫3张4张，数一数，只有6个人，要再来4个人嘛，伊好上台说书。那么。伊对伊个搭档周小秋，2人就来了二楼窗门外头望出去，田家小路，希望来个人呀，来个人呀，鸟也没飞得来一只，这个急死死了。那么看，哦，来了，一个老头，很沉，哦，来奔，哎呦，奔得来，好，有一个，哎，进来一个，7个了，再来3个就好了。刚刚搞到此地，有两个人，还有，搿好子，
一边说什么一边也来听书。好，再来一个就好了。两个人这个辰光上山已经半只油纸罐套进去，旗袍也预备扎起来了，看了海，最好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哦哟，来，老远一个人，哎，奔过来了，好，马上可以开始了。这个人啪奔进去哦，不到心哦，这个人又奔出来了，后头再带出去3个人。要是啊，伊不是来听书，伊是来讲麻将搭子，对，夹出去3个人。所以讲，侬不要讲唱戏是真的难啊！后三来哦，小胆鬼子书搿部书哦，红了呱啷啷，红到哪能地步，生意好到哪能地步，非得市场里全部坐满，坐到台上，有2个不识相的对吧？坐了14先生位置高头。搿刘明讲，侬随便侬搿只位置要让开呀，我否则我哪能说法呢？所以讲，阿拉刘明老师这个书呢，大家真的欢喜听。好了，阿拉听了阿拉这个刘明老师唱的《七别派》，搿能好吧？阿拉接下来。阿拉请一位甜歌皇后，啥人啊？山西演员李玲玉。侬一听这个称号就晓得，伊个歌唱了好。不过今朝不是来唱歌，伊是唱啥？唱越剧，而且唱徐月来老师的戏派。接下来，阿拉来听听李玲玉演唱的戏派《红楼梦》。心上的娃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并你挑，还怕那丫鬟夫子不知道，我亲自掌上前前来你若烦恼我答应，你若开眼我先笑，我你同坐起来同上山，像一请大家听2段音派，一个是由京剧梅派传人史一红带来的《沙漠王子酸梅》，还有一位呢，就是阿拉传阳平老师是王维一道合作的《红粉绣片段》，其中传阳平和王维2个人呢，更加是反串演出，难得一见哦，阿拉一道去看一看。自己的命。
船边早不应，一家不容过分离。四娘忠心救王子，他从宝剑之下逃出去，光阴流水用一步，历经过去又一季，王子丈人到17岁，风沙破灭，随各地。无意之中遇公子，公子的芳名叫一粒。我亲人来满心。
一个呢来头大了，啥人啊？昆曲的张信也会唱越剧啊！哦，伊不仅会得唱越剧，而且还会得唱评弹、唱京剧。10岁的辰光就抱着琵琶可以唱2句评弹，侬讲伊结棍伐？这个一趟呢，伊为大家带来的是张桂凤，哎呦不得了！尤其个张桂凤是唱老生的一把手了，唱张桂凤啥啊？唱张桂凤的后堂坊子戏，伊刘以昌一个昆剧对角演员唱越剧老生，哎呦，搿能大的反差，保证让大家可以耳目一新。天上神经表表，心中事，谁人知晓？我言长是比生我金榜题名终会收，白配相国千金女，流光似水，比谁山前，都称王氏夫人名大义，抚养丞相恩德厚，怎能我为情生我愿？我也唱玉门重重呀心头。生母啊，一言道不忘儿，明灯金榜，但愿他年把母举，此今神相。莫知天涯过一方，待彼此何在关中内须。今朝最后2个节目呢是2组2、3把祝英台了。首先呢要请评弹表演艺术家于洪熙老师为大家演唱，再接下来呢是阿拉武籍名家毛传玉老师带来的《记得草桥两节杯》。
儿光，四英台脸红儿彩看难开，夫妻俩在巴黎相送。长亭路，不是一片真心吐茶来，可几杯杯中鸳鸯人上台，可几杯女郎织女把家为可几杯金钟上来照应，可几杯观音堂前大堂杯，我一生留下平安哟双人，我是拜托师母做大媒，要了相逢知己齐家人，我一生另一亲口叙旧美，我指望有情人终能成，眷属啦才知道美满姻缘两岔开。两兄啊，我与你两兄难认得，弟弟是云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认婚啊，弟弟收了马家聘，我与你两兄难认啊，弟弟因过马家走，两兄啊，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四大情难凭良心讲，我是听了味道交关好了。对不起啊，就这电话，不要声音大，老师有个小地方。喂，侬打拨我啥事啊？啊，饭也烧不来啊！哦，侬要叫我帮侬讲，要叫我回来烧饭啊！哎，350元，你个侬烧拨我吃啊！哦，这个人总吃东不消，没办法，伊不会烧饭了，4个小区饭不会烧了，我帮伊烧饭去了，好吧？搿么搿能啊，阿拉下个礼拜个5、7点钟继续锁定73。